好，还好，今日细小哥要甲来分享的是 Lillian Jackson and Little Joy，生理人进来的小喜乐，这是美好卡列系的绘本。咱使用的曲调是《龙珠走天涯》。好，以上就是今日的故事改编的电歌，纯的人心内的小喜乐。听咱大家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